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最大的新闻关于房地产的，那就是沪七条。上海又推出救市措施，网上称沪七条。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沪七条一推出之后今天这个沪市房地产板块，包括港股房地产板块还涨了一下，有很多人很激动截至当天收盘 ，A 股市场方面，我爱我家、华联控股、城投控股涨停，珠江股份、特发服务、金投发展上涨超过 5%， 华夏幸福、绿地控股、陆家嘴、金地集团跟涨。港股房地产板块同步走强，贝壳 W 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10%， 碧桂园涨超 8%， 绿城中国一度涨超 5%。 截至界面新闻发稿，上述公司的涨幅分别是 6%、6.5% 和 1.8%。 这个还不算说专家认为政策针对性强，将带动3月楼市小阳春，券商普遍看好行业底部临近，就是房地产行业底部临近。李贝就是半夏投资的那个魔女李贝称地产或现10年一遇机会。我看李贝还发了个微博说房地产已经反转了，这不是反弹是反转。那我们看一看魔力如此之大的上海救市措施沪七条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他一出台，这些专家这些唱多的就说楼市反转了，房地产反转不是回暖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按照网友的说法，这个还属于挤牙膏式松绑。为什么呢？核心区任限购外环内有限放开，所以你要把这个沪七条一看完，那就是相当于又挤了一次牙膏呗，牙膏挤一挤总是还是有的，但是总有一天挤完它这个按照官方说法首先是限购松绑，就是非户籍在外环内购房社保个税年限从3年下降到1年，这不是就容易一点就非户籍你要想在外环内买房，难度系数下降，不是没有了非户籍满3年社保个税可以在外环内增购一套，也就是根据你的资历，如果你个税社保交够了3年，你在外环内你可以再买一套。如果你持有上海居住证满5年，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社保个税，你在上海全市可以买一套。所以对比一下看就是外环内非核心区限购门槛大幅降低，外环外基本已无限制，这确实是限购枷锁实际被打开。但是内环加外环内核心区豪宅地段依然是限购的没有动。那第二块就是公积金这一块加大力度，首套最高贷款从160万到240万，也给你增加8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这些乱七八糟的那你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24万，那二套也相应有所提高，多子女家庭支持从首套拓展到2套，上浮 20%， 这个也就是说让你可以多贷款。多贷款大家变换一下思路多贷款就是杠杆加的更多，就这意思。我这么一说，大家很多人就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高杠杆，明明是大家都在降杠杆是吧？是不是大家一种本能的动作大家都在收缩资产负债表，都在降杠杆，但是政府还在鼓励你加杠杆，公积金给你多贷吗？那么第三个就是房产税这块也做了调整，成年子女首套住房暂免房产税。总之这个就是3瓜2枣的吧。上海本来房产税就是试点象征性的，这个呢给你符合条件的首套也不要房产税了，这个都属于3瓜2枣这个就是整个的沪七条的这个主要的它的救市措施。在我看来咱们也不要渲染，咱们就是冷静的分析对比一下首先它这个就是跟北京12月份那个救市措施相当于是早期，京沪嘛都是一线城市，大家要看齐北京是去年12月份调了一下，上海没动，那上海过完年之后人家补救一下，就这么个措施所以要说效果，那大家看北京就知道了咱们也不要过多的这个渲染。所以这个沪七条也算不上重磅救市，因为它就是抄北京的作业。北京12月底已经大幅松绑5环外，上海跟进的是外环内，对吧？属于京沪互相抄作业。北京的问题是土地供应和5环外的库存比较多上海的问题是核心区土地极度稀缺，加外环外库存巨大。这个咱们在去年经常讲，北京那个5环以外的房子卖不掉，房商的房子1万多一平米那都是北京上海也一样上海是一边是30万一平米的豪宅日光，2个
一套的房子日光，一边是外环外房子无人问津，对吧？开发商开发的房子一卖2月都没什么动静，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都是这么个情况。那这次沪7条呢，把外环内有限的放开，实际上外环外呢，它已经没有啥限制了，对吧？就等于官方变相承认外环外已经卖不动了，只能靠外环内刚需和改善来刺激一下，释放一下这种需求。外环内的啊，那么在我看来，这个是政策底，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但是市场底啊还很遥远，像沪7条这种挤牙膏式松绑，很难扭转买涨不买跌的人的这个人性。上海的人口已经达峰，也很难再涨了。现在新生儿出生率这么低，再加上又没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对吧？老外是在往外流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这种大背景下，你得换一套故事啊，换一种叙事，让大家相信上海还能涨，上海永远涨。但是目前这个故事啊，你还没讲出来，所以说对投资客来说，他也是担心啊。相反，这些年啊，尤其是2025年，京沪永远涨的神话已经破灭了。京沪是在2025年是在补跌，而且是在加速。你说这个时候谁会去接飞刀呢？更多人会选择观望，是吧？就要等待更大力度的政策。但是也说明上海这边啊比较急，他去年年初啊，应该说2016年年初啊，他推出那个在2个区嘛，静安区还是什么徐汇区吧，浦东区收购老破小400万以内的，你再加上年后推出这个政策，你不管怎么说吧，从这个态势上看，这就是上海作为1线城市也急了，对吧？急如救楼市。但是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收购老破小也一个多月过去了，短期啊对沪市啊这个什么房地产股票有一个小小的刺激，这个还是按照咱们这个老规矩啊，房地产股啊，每一次反弹都是你逃命的绝佳时机、绝佳窗口，千万不要留念。短期啊、中长期啊，难改大势。上海外环外库存高企，核心区供应极度稀缺，人口老龄化加负增长，这些结构性问题短时间是解决不了的。而靠沪7条这种级别的政策，那更是解决不了。它这个政策本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在外环内已经有一套房了，现在允许你再买一套，这跟那个北京那个去年底出的政策是一模一样。那你说现在这些人咬牙切齿的好不容易上楼就是上车了，对吧？刚需房嘛，买了一套，你刺激他还再买一套，这多出来一套那算是炒房，对不对？那你说谁会去买？我就不理解啊。谁那么看好？现在很多人买了房之后都后悔对吧？上车上早了，这一买这价格就跌了，心里正后悔呢。你完了，你刺激他，你还能再买一套，那你说这效果怎么样？完了之后说公积金可以给你多贷一点，不敢上车啊。在这个楼市涨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普惠政策，楼市涨的时候，你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就相当于给那个当地人送钱，你可以再多买一套啊，这不就多送你钱吗？但是现在楼市对吧，是一种低迷对吧？在往下走，大家都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让人家上车，人不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沪7条啊，在上海实际上是一种跟北京那个政策是一个找齐，大家这个步调一致，所以这个效果呢，你就看看北京它已经实行2个月了嘛，看看怎么样，带看量稍微多了一点，成交其实没什么变化。北京那个新房啊，这数据都已经公布了，没有什么波澜。政策啊，只能加速或延缓趋势，不能根本扭转趋势。现在买房的啊，这个时候买房的，我可以肯定，绝大部分都是那种刚需。刚的不行了已经，对吧？不买房子就结不了婚，不买房子孩子上不了学等等啊，就这种被逼的没办法的，他手上钱还足够，他不是勉强上车啊，人家手上钱至少付80%的这个房款，至少啊他压力不大，这些人恐怕买房好，那些付首付款20%，完了之后你给他多贷款，让他再来一套的，那这种估计非常少啊。所以这个沪7条一出，居然有炒股的说这个是反转，这回暖都已经不行了，说叫反转，可见啊这些心态的变化。我可以肯定的说啊，这个在经济学家，比如说马官远，或者这个董潘，或者叫什么那个房地产专家叫孟小苏，他们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他那顶多是鼓励说继续，这力度还不够啊。确实啊，今天啊显然媒体也上班了，这个媒体收假一上班就开始写啊，楼市又开始暴涨了，楼市回暖，这样的报道就多了啊。春节期间我是没看到的。首先是红星新闻啊，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报道，叫春节假期新房成交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增幅较大，专家预计3月楼市会迎小高潮。他这报道这么说的啊，春节长假刚结束，2月24日，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重点21城春节假期新
新建商品住宅共晚签成交10万平米，相比去年春节假期日均成交量基本持平。其中，上海新房晚签量较去年春节增幅较大。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预计，核心城市楼市有望开启小阳春温和复苏行情，假期积压需求有望逐步释放。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预计，受开发商促销和政府刺激楼市政策影响，预计3月份楼市会是一个小高潮。这个咱们年前就开始宣传了，对吧？开始打预防针，就是5月以前呢，真有一个阳春小阳春呢。但是不要慌。中指研究院发布2026年春节假期楼市运行情况中提到，今年春节期间楼市整体呈现典型的假期模式，受节日返乡、出游以及部分城市网签暂停更新等因素影响，重点城市新房及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均处于季节性低位。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重点21城春节假期就是2月15号到2月23号新建商品住宅供应共晚签成交10万平方米，相比去年春节假期日均成交量基本持平。分城市看，上海在节前政策利好带动及房企维持较大促销力度下，新房晚签量较去年春节增幅较大。北京核心区优质项目保持较高热度，整体表现平稳。二线城市中，成都、苏州、宁波假期期间加大促销力度，改善型项目到访量提升，但冷热分化认交明显。南宁、青岛低基数影响下，同比增幅较高。这文章说市场特征来看，春节期间部分房企积极抢跑，多地项目春节不打烊。这春节不打烊，我记得自从我关注楼市以来就是恒大暴雷以来，年年都是春节不打烊，有什么用呢？推出特惠房源、购房折扣等促销活动，迄今为止这5年来最成功的促销活动却是买房送黄金是吧？咱们介绍过吧？这是5年来唯一不错的一个对冲，无心栽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成，对吧？其他的促销呢都是给人上套，只有送黄金这个你这个叫地外损失地内，房子是贬值了，但是黄金升值了，一对冲好像还可以。但是它这个促销受益的人其实不多。这个报道说此外，犹如今年春节假期时间靠后，部分教育刚需购房者开始提前出手。你看所以我说今年的这个楼市小阳春呢，它最主要是因为学区房导致的。学区房一般在5月之前必须搞定，5月以后就晚了，这带动假期后半段二手房带看量有所回升。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表示，2026年是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关键之年。随着市场进入两会时间，政策关注点短期聚焦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具体举措落地情况；中长期则需关注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对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定调。曹晶晶预计随着假期因素逐步消退，核心城市楼市有望开启小阳春温和复苏行情，假期积压需求有望逐步释放。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随着开发商新年业绩任务开启，开门红的倒逼下，预计3月份各大开发商将拿出性价比高的产品，推出各种促销政策。此外，各地方政府对于3月楼市预期目标会比较高，预计也会推出各种促销政策。李宇嘉预计3月份楼市会是一个小高潮。这是红星新闻记者刘亚洲。这没办法这一上班记者就得干活这个半夏投资的李贝他发了个微博说楼市反转确认，全国二手房指数翻红，一线城市几乎全部转涨，挂牌量继续下降，成交同比持续增长。所以他认为这个楼市已经反转了底部确认。是不是底部咱们也不知道，实际上我一直说咱们没必要去猜底部，咱们叫右侧交易也就是作为普通的牛马韭菜，要放弃那种抄底的想法，就买
买在最便宜的时候，这样你会少很多烦恼。事实上没有人能抄到底是碰的，对吧？那都是巧合啊，那都是命。大部分抄底的人都抄在半山腰。这个澎湃新闻也报道啊，说多地晒返乡置业成绩单，新房市场淡季不淡，马年楼市迎来开门红。调调就出来了啊！马年春节假期收工，全国房地产市场暖意渐显，重庆、肇庆、青岛等地住建部门陆续发布官方数据，返乡置业支撑楼市迎来开门红，也为节后楼市小阳春提前蓄力。其中，根据肇庆住建统计，今年春节假期，肇庆市楼盘共接待购房客户近2万人次，销售累计商品房694套，同比增长5.3%，销售面积8.54万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35%。这是为什么？销售套数只有5.3%增长，但是面积增长了35%，那就是大家都是买大房子呗，改善呗，是不是这个逻辑啊？销售金额4.32亿元，同比增长25%，那就是降价呗，就是面积增长了35%，金额只增长了25%，那不就是降价吗？对吧？所以说通过这个数字咱们就脑补一下啊，那就是这个肇庆这个地方，那就是改善型的比较多，加上这个开发商降价，很多人一看，对吧？改善嘛，买大房子，价格还降了嘛，这个就是媒体关于这个假期楼市的一些报道。总之都是开门红就稳中向好，态势不变。还有一条新闻是中国新闻网报道的，说这个香港将调高豪宅交易印花税率。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5日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宣布秉持能者多付的原则，1亿港元以上的住宅物业交易印花税税率将由4.25%调高至6.5%，影响约0.3%的住宅物业交易，估计每年可为特区政府增加10亿港元收入。措施将于条例修订草案获得通过后追溯至2月26日开始生效。我倒是觉得上海应该学一学，上海那个2个亿一套的房子，30万一平米的房子，像这些完全可以多加一些税嘛，因为它都是日光都是抢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的吧。而那些什么这80平的那些房子刚需的，把它印花税什么契税该免的全免了算了，那都是刚需豪宅你多收一点，人家有钱交得起税，对吧？这个完全可以学一学香港，房子越贵这个税率越高，富人税嘛，没毛病眼光不要老盯着这个韭菜牛马那个3瓜2枣的，蚊子腿上刮肉刮不出多少肉既然上海出了沪7条救市，现在暖风频吹又是政策底，那到底怎么办呢？我还是那个态度如果你是在北京上海你是刚需，你在北京上海你是刚需，对吧？不买房就不行，那你看看你兜里有多少钱如果你的钱够，那你可以买，但是我建议是等到11月份，就是2026年11月份再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北京的，你是上海的，你是刚需，刚的不行，没房子就不行，兜里钱也够，那你扛到11月份，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房价暴涨你3月份不买，11月份就涨了10%，房子涨了100万，涨了50万，那不可能，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当然了，这个深圳也差不多，其他城市你完全可以继续观望，除非你手上钱完全足够，钱多，完了你不想等了，你就是我就想改善生活，对吧？我就把买房住房当消费，就像你买奔驰宝马车一样，没毛病那马上就买。我看了一下今天那个宝马7系对吧，直接降价27万，奔驰好像也在降价吧，就是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新闻，不照样有人买吗？对吧？你是25年11月份买的宝马7系，你今天一看人家原厂价格就降了27万，你会找他维权吗？你会把车开到人家宝马 4S 店去闹事吗？不会的，对不对？那消费，所以说你要抱这个消费的心态去买房。如果你抱着消费的心态去买房，那房价跌了你根本就不在乎，对吧？你新能源汽车买回去就跌，那小米预期，对吧？花20-30个买回去，你第2年卖一卖试试看还能值多少钱，跌多少不都不心疼吗？所以你抱着消费的心态去买房，你就不用担心它涨跌。如果涨了你固然高兴，对吧？账面资产多了，你不会因为涨了10万你就说把它卖掉吧，对吧？如果涨了个10%、20%，那你的生活就更有
有这个动力，是吧？更有信心，你感觉未来更充满光明，因为你账面资产增值了10%、20%，赔了，对吧？跌了也无所谓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心态摆正，用消费的眼光看待房地产，对吧？因为你现在不是租房不让租房，对吧？你现在租房一样可以住得好，这个质量很高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租房结婚也有啊，对吧？观念都在改变，所以接下来啊，无论他怎么救市，无论他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政策，大家不要慌，紧盯自己的口袋，对吧？紧盯自己的这种叫实际抗风险能力来决定，不要叫一窝蜂，对吧？不要那边出个政策，然后这边中介完了这些所谓的专家一鼓吹，你就一着急加杠杆上了，你上去容易下来难，对吧？一旦你加杠杆上了，你很有可能啊半辈子白忙。2线城市咱不敢说啊，但是3线城市很多地方都要鹤岗化，也就是它没有什么就业岗位，没有什么成配套的什么工业体系，它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都要流出，都要去长三角、珠三角，对吧？都要去这个大城市，这个全世界都这样啊，你不要老以为光咱们这儿这样，实际上全世界不都这样吗？对吧？都是大城市中间卫星城、虹吸嘛。你看韩国恨不得1半人口在首尔地区，对吧？日本也差不多嘛，东京、大阪就那一块，人最多，是吧？你看看全球其他国家都差不多啊，那咱们肯定也得这样。以后就是你看北京周边是一块聚集区，然后这个上海叫长三角，然后上海周边什么杭州啊、苏州啊，对吧？这些辐射嘛，长三角，然后珠三角就是广州、深圳、澳门这些什么大湾区，这么一大堆的，就这么几个地方，人口都吸引过去了。然后中部顶多就是一个成都啊、重庆这些勉勉强强啊还能顶得住，其他的地方你们都只能是萎缩啊，人口在往出流嘛，没有产业，对吧？年轻人在那待着，除了直播，除了卖货，啥也干不了。所以说，你如果在这些3线城市啊，又是中西部，不在什么珠三角、长三角的话，3线城市实际上能不买就先别急着买房，等它跌透了，没有人接盘。很多县城都是这样啊，就是它那房价标的还不错，你感觉好像它没怎么降，但是它没有买卖啊，就它没有成交，有价无市，就没有接盘的人。所以说年轻人啊，你得看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这些什么3线城市，你先不要急着买房，不要把那个自己身上那点现金啊，或者父母那个对吧，半辈子血汗钱给他塞到房子里面，没有必要，完全可以再关注再看一看。鹤岗化可不是一句吓人的，对吧？你看看全国现在很多地方越来越多的地方像鹤岗，越来越多。总之啊，你想买房子量力而行吧，当消费。毕竟很多县城的青年他也愿意买一辆预期的吧，小米预期，那是消费呗。能买预期买套房子算什么呢？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